家之路。家相信书皇母训子师戒以及千佛圣训都是皇母烧书信度化佛子众生。众儿女亲由以悲生大放为母，我且合同赋予。黄元听了老母娘的话语，众缘胎佛心中有存惊疑，悲伤地放声大哭。老母娘见众佛子如此惊疑悲痛，于是写下了合同给众缘佛子，以作为将来回天之凭证。求道时的合同皆是凭证。自此，我缘佛子东土而奔至世界为男女在历人焉。从此，皇母之缘胎佛子便向东土奔驰而去，点治理世界，或为男，或为女，并传递人间烟火。母子分各东西，好不难过。自此，我众佛子受尽熬煎子各分东西，令老母娘内心好难过。而众佛子自此以后却受尽无限的折磨与煎熬。唐李白骨风师名利图煎熬，安的咸鱼不。至今时区只算6万年，载每想而在世苦母心难安。自三山坡一别到现在，屈指算来已有6万年了。自寅会生人以来，至今未知出，已将近6万年时光。每每想起众佛子在世间受苦受难，皇母内心就难以安舒。一别千古，一别6万多年。今时下运也至为母，降道差三佛半末后普度收圆。现在时运已经到了，为换为世间受苦的缘佛子。老母娘降下大道，指引众生回天之路，并差遣三佛半里末后一着的普度收圆。三佛燃灯不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，如何与母娘同在一任理时修一理，一人都道任指真，一人一出错，一理是良心，二行功了，愿天不能言，地不能语，人能